家人都没有了。有没有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？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？没有，快乐就好。那至于说我们会不会再续母女缘，随缘。我爱故乡，我爱家人，我们要饮水思源，我们要携手并肩，来创造美好明天。田露露，哇！谢谢。听到这首歌曲的原因重现，其实让我感动不已。这首歌曲我觉得好像也想不出第二个人可以把它唱得很好。这条歌爱有靠 key 片，就是女中豪杰才有那种豪气，哇！来对我那个看我那个。啊，观音给音差加这，对他高低音差很多。那你当时，然后最主要是他中，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歌的，对每个梦想，各位当圣的，哇，对那对。是咧，我最记得。怀念，哇，那用那布置的这款来出来啊。刚刚才知道，13岁你是参加五灯奖的哦。对呀，哎呦，这三位其实是应该是12岁，12岁， ，12岁。哎呦，那时候小学都还没毕业。可是你那时候12岁想呢，就是得了奖之后就开始有机会可以出唱片。我其实无想要行这道，你知道？是那是像你是竞赛蒙啦，去蒙掉。我是因为我阿嬷破病，哦，啊，阮兜无钱嘛，是，啊，我看五等奖，一个灯、2个灯、3个灯，哦，就有那家好钱可以谈啊拿了！哎，怎么这么好赚？然后我就去报名参加，有奖金的丢了。有那奖金。你刚刚只提到阿嬷，没有爸爸妈妈吗？没有提到跳过。很小就没有了。没有，你是阿嬷帮你带大的。对，背了了，一破病了，我就看五等奖，哇，想赚点医药费啊你。结果有赚到吗？赚是赚到了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阿嬷也走了，没去了。那你就剩下一个人。丁龙博家人啊呢，没有，一个家人都没有了。有没有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？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。没有。那时候还不会。那个时候不会，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，因为小时候那个环境哦，我这种长相很会让好像刚刚那注意到，很注意，很注意啊！因为细汉拢哦，人迄较早人较保守嘛，无像我即摆阿公要来找我阿斗啊，生一个囡仔咧偌水，我喜欢长相人出去拢会讲，啊迄你袂应该十斤啊做零剃头哦。哎呦，那其实我们比较想知道的说，那你一路怎么走过来的？因为环境不好，然后就是说我。个性也蛮倔强的，我就告诉我自己说，没有关系，你们都笑我，我一定要比你们更好，就这样去超越那些障碍。对。那后来进的好像也真的是到了群星会了。对，真的是感谢台视给我机会。是。那时候就是群星会，真的群星会，真的那是甚至阿姨跟关华石老师。然后呢，这几个老师呢就知道他的身世，特别的挑了一首歌，叫做《孤儿泪》。哦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甚至阿姨要我唱那首歌，那整个摄影棚哈，什么布景都没有，就是空空的，然后就一把椅子在那边，然后一个顶光下，一束光下来，对，来唱个一小段吧，回到那个时光隧道。孤儿泪，孤儿泪，我的眼里含着泪。有谁知道我的泪水是流给谁？天黑了，心里害怕，夜晚无处睡。树上的小鸟也有妈妈来陪。什么？只有我心碎。我无家可归。我记得好像 NG 了3次，没有办法唱完的。就唱到中间那个天黑了，心里害怕，夜晚无处睡，是没办法的，那就是唱你自己的。因为就都可以想到我阿妈。当然，想到阿妈的甘苦。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歌曲好不好？再来跟他聊一聊。
接下来啊，我想好久没听到你唱歌哦。刚刚是国语的嘛，对对对，那我们来一首闽南语的好了。后啊，闽南语的闽南语这首歌哈，真要提到他很多的这个心理的事情啊。哎，先来听歌吧。先听啦，先听，你先唱，该画面拢给我叫出来。好，来，不如卖血山。是。不如卖熟悉，如今新娘变心别人，你是要叫我安怎了解？徛在咧等我，愈想愈悲哀，你敢会当了解？祝你幸福，祝你快乐，目屎。谢谢。其实，在你的爱情的路途上，你也都跟咱这块歌同款。是。那明知会发生哦，规气拢卖熟悉安尼。是啊。较袂舞到家己才歹看。我跟那个无缘的人哈，甲无缘的查某囝安尼，迄段感情对你来讲是人生当中上不爽快的代志，对不对？最不愉快、最不如意的。因为感情的事情哈，我觉得都还好。最主要因为我想艾琳你也当妈妈了哈，母亲的心情比较难受一点。其实是自己身上的一块肉。对。其实不管你在外口还是跟你的这个距离有多远，其实那个心的线路是每天紧紧的在一起。现在还很想他，对不对？一直都很想啊。想不想看到他的？可能吗？可能再看到他吗？不晓得哎。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知道，可是没有办法去看他。没有，他大概有些事情还没有办法释怀，所以没有见面，无见面。你当时跟你分开离开妈妈4岁，我4岁时阵。如果讲今仔日咱伫咧遮有这个机会，你要甲讲话，伊有这个机会通我看到，你想跟他说什么？其实我有跟他通电话，有通电话，有通电话。那是不是有过去有？我跟他有约见面，但是他没来。哎呀，他还不能谅解你。听他口气是好像释怀，可是还是没有跟我见面。那过年前的时候，我给我打电话，哎呀，那个，没接电话，他关机。我跟他留言，我说4位，我是妈妈哈，那快过年了，那你如果想跟我一起过年的话，你就打电话给我。你在细回呢？为什么对你这个妈妈袂当了解？南方那边给他灌输了很多思想。不过我是觉得随缘呐，
我说只要你过得好，你过得快乐就好。那至于说我们会不会再续母女缘，随缘。没有，我还是要劝他说，你一定要加油，你一定要更思想更开阔，你一定要给妈妈一个机会，一定要给妈妈一个机会，我觉得这是公平的。我想女儿呢，现在几岁？19岁。19岁，其实再过个几年，我想她就会越来越能够，也许她结婚，然后有了第2个孩子，她就了解了。我在这边讲哦。宝贝女儿，你不要因为看到这个节目对你造成困扰，妈妈绝对不会去做这种事情哈。那只是说，因为我过年前也有留言给你，那你都没有跟我回话。只要你过得好，我就放心。而且像我们这样的老友好朋友，我们都看到露露呢这样子站起来，好不容易身体也养好了，现在看到你这样，我们都很开心。是啊，我较早嘛外国演戏的，变叫什么角色呢？我花10世拢嘛演。哎呦，讲遐济，我不听伊唱歌啦，来啦，先搁唱一条，咱再来讲你的戏曲来。好了，那我介绍这首歌，什么歌名？不要告别。哦，好来，还真是很浪漫的歌。不要告别，不要道歉，在这灯火辉煌的夜里，没有人会流泪，泪流。好美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有一个人唱歌唱得这么好，然后到后来他的演戏的功力又会把他歌唱的那方面的功力盖过去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可见他的演戏的那个细胞有多足。我讲给你听，咱台视有足侪的画面的。真的吗？会当看。我来看买，来看，你看演啥呢？新来的。哎，该不会也住这间吧？黑几下？没错。求告我把全世界人都这样住这样一点啊！那你也明知道房间不够用啊，午夜那大家就凑合一点嘛。干嘛？难不成要弄间套房给你住是不是？啊？这个大什么音啦？啊，咱人好好踩一下，那大音。这样会还是？下面来音乐位啦。哎呦，这样好像外国人你是做医生的，来做外国佣。好心爱救人，啊，你敢好心救人，阮是安那得个6层给你啊？啊，你有吹不？哦，这是演坏女人，演这个角色被人家骂得很凶。我上车。好色心。哎呀！菜鸟配凤凰。对。哭了，杨永福，我拜托你。但是你那时候声音很尖的。那个时候因为那个角色需要，他那时候声音比较好，不是，因为他这个角色他是一个菜店杂货哦，所以声音都要提高。那你就不会带他出去走走啊？他一个人无聊嘛。龙兄虎弟的时候，我看不见镜头。跟谢磊谢大哥唱歌嘛。也望为你一人，甜蜜情意，梦是变成假，亲像你的梦，阮的心袂轻松，为你我心沉重。下雨天中秋又懵冬，酒梅为山中露露还是要胖一点哈，最近也是瘦了，也瘦多了。不过你那当时里面有一个那个角色演大反派，田爱公你演个伤过好，结果去你蔡奇亚给我们追杀，真有影。叫我卖猪吧，菜刀要给你叫。就是刚刚那个菜鸟配凤凰，那是我第一部戏，第一部戏就演到啊那么好，大反派，天生的艺人，就是。歌啊、戏啊，都没人教嘛。演噶吼，演噶，
真正应该用追杀啦。刚去做工地小，那菜市仔咧拍外景，真正迄欧巴桑摕菜刀，你这小查某，你都较差不多。哎呦，阿桑我是咧演伊个啦，拜托个啦。所以基本生讲有些什么风啦，什么火有无？迄款拢是算讲也后辈啊。当然哦。当时咧拍面枪击出来，我甲你讲啊，好心飞给那叫死啊！第一代上高演的就是大反派的是。因即嘛是拢用嘴咧骂，阮那阵咧演戏，我就想用眼神。哎呦，安怎？我就是咧带你红婿，有材料你对我来啊！哎呦，你看把酒里面落出来啊！各位制作人，戏剧的制作人，你们麻烦一下哈。今晚要找大反派查某，请电话卡来这个所在，找张富的使，张富是个经纪人哈。拜托了，好演一下良家妇女了。妈呀，大反派太高演了，真的有影。像咱咧北港这个音乐一个扬起来了，知影讲真正是苦海女神龙。但今日佮重新佮徛在这个舞台顶。机会就过来啊！无唔对，所以呢，永远呢，真的谢谢啦，真的谢谢很多好朋友哈，还有很多制作单位都给我机会，我会好好努力。在这里祝福你。我咱陪来唱了，苦海女神龙，来，好嘞，老师，谢谢，加油加油！情的太阳，可阮的沙漠，让阮满心的汗流甲等孤孤。看着